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大他失忆了。失忆？他为什么会失忆啊？那个时候，他说他出去办点事情，也没让我跟着。等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躺在火海之中，不省人事了。幸好他没有被大火吞噬，只是头部受到了重创。加上他之前交代过我，不能告訴峰峰、叶波和你，我也就没敢声张。后来我还去了火海现场，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。我把他救回来以後，他就一直處於昏迷狀態，昏迷了幾個月。醒過來的時候就不記得所有發生過的事情，雖然還有點殘留的記憶和習慣，卻全然不記得為什麼會這樣。老大他現在連自己是誰都想不起來了。他為什麼會這樣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呀？我也覺得奇怪。當時我們怕警方和仇家過來找麻煩，所以我們凡事都低調行事，就連工作上的事情，也是我替老大出面的。我要告訴峰峰，告訴他李寬回來了。哎，芬妮姐，千萬不行啊！失憶的事情還是小的，還有更糟糕的。但凡他只要想起過去的事情，皮膚就會出現衰老的現象，特別是提到峰峰，就更嚴重了。衰老？為什麼會這樣？他去看過醫生了嗎？我認識很多有名的醫生，我可以幫忙聯繫的。早就看過了。不過所有的醫生都查不出病因，不過還好，沒有其他不良反應。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做保守診療，不讓病情惡化。所以千萬不能聯繫峰峰。大哥好不容易活下來，你也不想看見他有什麼三長兩短吧？那倒是。你有葉波的消息嗎？葉波啊？沒有啊，我剛才看見他了。沒有啊，沒有和我們在一起。哎呀，這一年為了不讓老大的病情惡化，盡可能不讓他回憶過去，所以過去那些朋友我都沒有讓他們和他聯繫。可是我剛才明明就看見他了呀。是嗎？